爹，我错了。世珍，你起来吧。你没有错，大丈夫就是要有傲骨，就是要有不认输的劲儿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发奋读书，我就不相信我的儿子李时珍成不了栋梁之才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宜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智者之养生也，必须4时而是寒暑，五谷为养。娘，来，娘给你带上这个，知道吗？今天是重阳节，这男的呀要配茱萸，女的呢要戴这个菊花。来，娘给你带上。这样好，消灾避邪，招来吉祥。谢谢娘。爷，茱萸拿回来了。好。哎，小依依呢？他一大早就出门了，闷闷不乐的，他也不让我跟着他，我还想找他呢。好，把它带上啊，你去吧。嗯。小依啊，爹，您来了。我在想你爹你娘了。来，爹爹给你插上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独自来这儿，面朝西方，拜祭我过去的父母，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，更希望他们能得到安息。心怡啊，你爹爹是世间少有的君子，你娘呢，也是很贤德的妇人，但是人死不能还生，对故人最好的怀念，就是自己做一个强者。我明白了，爹。回去吧。爹，我想最后再拜祭一下他。4月，时针过了弱冠礼之后，就该让你们成亲了。娘，以后啊，你得督促他多读书，多用功啊。哎，这马上就要到乡试了，你爹可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。将来呀，他要是做了官，你不就是官夫人啦？娘，思雨想一辈子做您的女儿。傻孩子，你嫁给了时珍，不还是我的女儿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时珍呐？娘，爹去郡安府出诊，不能亲自来为你梳头。他走的时候一再交代，一定要替你梳够100下，这样能够提心醒脑，通神开窍。哎，等你弱冠的时候啊，我也要替你梳够100下。
嗯，我听说男子过了弱冠之礼就可以娶妻成家了，你想成家吗？不想。男人就应该立大业。等我考取功名再说吧。你今年一定可以考上。顾先生，时珍他爹啊去金王府出诊还没回来，但走之前留下话了。时珍呐，已到了弱冠之年，所谓的幼名冠字，还请顾先生给时珍取个字吧。啊，你们家在齐州城以东，取名东壁如何？东壁。东壁，好啊！东壁好，东壁好，谢谢顾先生。谢谢顾先生，谢谢了。世子妃是气血不足，肝肾阴亏，导致了精神不济、头晕乏力。我开服汤药给世子妃调理一下，就无大碍了。多谢先生，请先生开方。思雨，哎，这黄酒炖猪蹄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马上就可以出锅了。那娘问你，这猪蹄儿怎么才熬出白汤来呀？娘，您又考我。用文火熬制，让水微起气泡，水温不宜过高，这样呢，猪蹄儿的养分就可以都留在汤里，熬出的汤啊就粘稠而白，对不对呀？对对。思雨，哎，好香哎！哎，我是来帮忙端菜的。哦，来，这个红烧肉端走吧，先。好嘞。别偷吃啊！来了，红烧肉。慕容，我知道你爱看荷花，你也知道啊？可是现在你不是还病着吗？万一咱们出去着了风寒，病情加重，可怎么办呀？等你病好了之后，我一定领你出去看个够。可是过2天，荷花就败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将来啊，我在湖边给你建一所房子，让你住在里面，天天都能看到荷花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世子爷，药好了。来，乖乖把药喝了，病就会好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去把荷花画下来给你看。好啊。
风，饿了就先吃吧。哎，好，娘，还是等爹回来了一块吃吧。是啊，娘，我看爹也快回来了。慕容，慕容，快来看我给你画的荷花了。慕容，何三，何三！哎呦，世子爷您可回来了！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放世子妃出去乱走，你怎么？她现在是在后花园啊，还是在母亲那里？哎呀，回世子，今天世子妃吃了李延门开的汤药，仅半个时辰，便口鼻流血而亡啊！世子啊！世子，世子，来人呐！世子！爹，你说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爹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们回去吧。爹，我不相信你会治死人，我一定要查明真相，把你救出去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世子。世子，世子，你醒了，世子。慕容，慕容，慕容，慕容。李延文呢？李延文他在哪儿？世子爷，他关在咱自家牢里。滚开！滚开！世子，滚开！世子，世子，你啊！世子，快去找王爷！哎，我去找郡主。世子，我对他对病人向来是谨慎细心的，他是无辜的，请容我查明真相。原来你们是一家子，怪不得就是你阴魂不散，才害我不得安宁。你给我让开！让开！我不能让。好，你不让开是吧？那我就连你一块杀！哥哥不能草率的杀人。不然，不但嫂子死的冤枉，还要连累无辜的百姓。哥哥想一想，嫂子一辈子仁厚。连一条小虫子都不舍得踩死呢，你让他泉下有知，如何能安心瞑目啊？好，我就给你们3天的时间。如果3天你们查不出来，我就还用手上这把剑，亲手杀了你们。哥哥。哥哥，来，帮娘一块求，
2个人的诚心比1个人的管用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怎么样了？告我实话，有救还是没救？娘，王府给了我们3天时间，要我们在3天之内查出世子妃的死因，不然……好，你们去查。只要你们尽力了，救出你爹最好。就是救不出来，娘也不怪你们。思雨和我会为爹备好后事，这是你爹的命。娘，我不信命，我一定会把爹救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我找到了爹那天给世子妃所开的药方，我打算照此药方再抓1副药，然后我们一味一味的对，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错。好。娘！人你怎么把药喝了呢？没事的，爹开的药方子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娘，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？娘很好，娘没事儿。这1个时辰都过去了，这药要是有毒啊，早就显示出来了。放心吧，娘没事儿啊。没事。没错啊，这是黄金啊。这是夏枯草。这是益母草。这是当归。看来爹的药方的确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世子妃吃完药以后就会中毒身亡呢？难道不会是抓错了药？何管家，我想麻烦你把昨天给世子妃熬药剩的那些个药渣给我看看，好吗？啊，药渣，药渣啊，到了。啊，那您到哪儿了？到阴沟里了，到地缝里了，你管得着吗？躲开，别耽误我干正事儿。你，哎，何管家。啊！你看，所有的药渣都在这儿了，你拿去吧。谢谢啊。这是夏枯草。这是益母草。这是当归。爹的方子里面没有，这是什么药？
哎，我帮你问过了，钥匙在上街口迎春堂里抓的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你的药按着。好，哎，二位抓点药啊。麻烦你按照这个方子给我们抓药。好嘞。夏枯草、益母草、车前草。这是黄金。慢着，这是黄金？是呀，是我们大掌柜前天才进回来的。那麻烦小哥把大掌柜叫出来一下，我有话问他。好嘞。爹，就是他们二位想见你。大掌柜，请问你这个黄金是从何地进货？我从何处进的货，与二位相干吗？你这个黄金有假。小心你的舌头！我卖了20多年的药，从没卖过假药。这根本就不是黄金。你说这不是黄金，那它是什么？我说它是黄金，你们说不是，拿出凭证来。这味药材十分少见，我跟爹行医这么多年也未曾见过，不知道医书上有没有记载。哎，石英兄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呢拿着药材回去问我的邻居们，他们常年采药，说不定有人能分得清楚。对呀，哎，那你快去吧。好，我这次去。新义啊，要不咱们去其他药房问一问，看他们认不认识。哥，问到了吗？新一，怎么样啊？都坐下吧，先吃饭。吃吧。时珍，到厨房把娘为爹准备的食盒拿来。把娘最好的那身衣服拿来。行医，把你爹最爱喝的药酒拿来。去呀，快去！娘，食盒取来了，您要。
娘一定要去见你爹最后一面。不管是哪家的王府，这送行酒不能不让人喝。娘，时珍不孝，我们把爹救出来，你骂我吧，娘，我对不起您。娘，不许哭，都给我起来！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时珍，娘不知道去王府的路，你陪娘一块儿去。思雨，把衣服给娘穿上。一会儿见着你们的爹，谁都不许哭，要让他高高兴兴的走。都记住了吗？走。时珍，怎么了，一峰？我问了一个药农，这个叫断肠草，有剧毒。什么？断肠草，这不是黄金，这是断肠草，也叫钩吻，还有剧毒。你到底懂不懂药？这人命关天，岂能如此马虎呢？没错，这味药确实是钩吻。好大的胆子！来呀，给我把他绑了！王爷息怒，这钩吻并不像他所说的是一味毒草，它其实呢就是黄金。小人自幼熟读本草药书，从来不会弄错的。现有药书为证，请王爷和世子过目。闭上来。你们俩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呀！给我把李彦文绑了，推出去斩首！慢着！你再敢狡辩，我连你一块绑！这本草有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质疑前辈经典！世子，你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，他这明明是开拓之词啊！李时珍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那好，我就证明给你们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黄金。是毒药还是良药？找两头牲畜一试，便知。来呀，把他拿下去！启禀王爷，吃下黄金的牲畜安然无恙，吃下钩吻的牲畜立刻毙命。来呀，把害人的药铺掌柜给我绑了！慢着，是一副补气轻身的良药，久服可以延年益寿。我明白了。那李先生开的这副药方究竟有什么错？事情既然已经查明了，李彦文，你就回家去吧。这2天让你受委屈了。感谢王爷开恩，感谢世子，感谢郡主。不必言谢。父王，孩儿先行告退。爹。
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不许你碰这些医书，你怎么又忘了？秦毅啊，你说这些书到底是什么呀？本草啊。我当然知道是本草啊。行医用药有据可查，辨认药材，规范说法。可是这些个本草说法不一，漏洞百出的，这不是把人命当儿戏吗？哥，你今天又怎么了？妈，这本《本草演义》，他把兰花继承了兰草，把俊男继承了百合。这本《嘉佑本草》，把酸浆和苦胆都继承了蔡部，可是他们的草部又重新出现了。还有啊，你自己过来看看，这本《镇内本草》把微瑞和女薇混为了一谈。微瑞的叶子长得像竹子，又称玉竹，是咱们常见的滋补强壮药。可是女薇呢，俗称万年藤，茎有那么长，是咱们的止泻药。这两种药性和外观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？那还有这本书，他说五倍子是草部，可是那本书呢，又说五倍子是木部。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本书可以把五倍子如何生长而成的说得清清楚楚。更可恶的就是那本别录了，更是害得大掌柜丢了性命。这些我都知道，爹和我说了，本草种类那么多，又隐藏于群山遍野之中，只有极其细心的人才能知其群中，为其所用。那些医学前辈出了错，也是情理之中嘛。哎，秦毅啊，要不你来重修本草吧？历代修本草都是朝廷组织太医们做的事儿，那需要花费极大的人力和财力，不是你我可以做得到的。我可以帮你的呀。你呀，还是好好准备今年秋天的科举考试吧，啊？哎，赶紧给这收拾一下，别让爹看见了。一儿，娘求你了，回去吧。你坐了3天了。你要不回去，娘也不回去了。唉，静儿，去回王府里把我的风湿药拿来。是。哥哥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已经坐了3天3夜了，连娘都陪着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恨，我想杀人。你恨谁呀？李延文。你没有道理恨他，要恨只能恨勾吻。哥，药房的李掌柜都被你杀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嫂子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，肯定会很伤心的。哥哥，你等着我，
我把全齐州城的沟吻全部销毁，让嫂子死得瞑目。去把李公子请来。李公子就是李时珍。是。郡主。郡主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要求你帮我一个忙。郡主对我有救父之恩，有事情尽管吩咐。好，我要你陪我把全城的沟吻都找出来。啊，走啊，请吧。这里有黄金吗？有。把你们这儿所有的黄金都拿出来。你这里全都是沟吻，而不是黄金。不会吧？你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黄金。把这些沟吻立即销毁。是。我全买了。郡主是不是想把全城的沟吻全都烧毁啊？是。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吧，不能再让这沟吻坑害老百姓了。嗯。黄金和沟吻是很容易混淆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多注意。多谢郡主，多谢李公子。整个齐州城的药铺都已经跑完了，你的心愿也该了了吧？就算是了了心愿，我嫂子永远也回不来了。李时珍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整个天下人都奉为经典的《本草书籍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谬误呢？如果能够把整个天下所有的假黄金都烧掉，那该多好啊！郡主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咱们忙了一天了，也没顾上吃饭，不然你随我进去，我让佣人给你做点吃的。不用了，不方便。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
洗什么呢？我帮你洗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你从来都没洗过东西，那洗得干净啊？我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洗。那我回去看书了。啊，我回去看书了。手边乖，手呀手边乖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容妆上身好啊，好精神呐。我们唱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唱。果干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我变化大吗？你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小疯丫头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淑女。从此以后，父母就不准我到处疯跑了，管得很严。今天难得出来一次，你就陪我好好玩玩吧。啊？别愣着啊，快走啊！好想走近你，可你在哪里？你的微笑像晨曦，一次次的照亮，我却伸手难及。可不可以重新约定一个花期，让我开放在你的怀里？可不可以再次牵手，另一种结局，重新温暖我生命的记忆？可不可以重新约定一个花期，让我开放在你的怀里？可不可以再次牵手，另一种结局，重新温暖我生命的记忆？当年你因为跟我抢这只簪子，我才认识的你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我心中一天天升起。
时珍，娘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爹今天都没出门，你倒好，吃饭的时候找不着你。你忘了？今天是思雨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是思雨的生日啊！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的？饭菜呀，都热在锅里，赶紧吃去吧。哦，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？看你那个样子啊，真让人不省心。时间，时间。过来，思雨。干什么事啊？今天真不好意思，你过生日，我却没有赶回来给你过寿。都知道你是大忙人，谁敢埋怨你啊？哎，寿虽然没给你过上，但是礼还是要送。哎，闭上眼睛。好了。哎，这是我亲自刻的，是上好的青天石，真的。谢谢你啊。你怎么了？没有生病吧？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我洗衣服去了。先回去吧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爹娘都担心了。哎，思雨，你知道咱们的7周8景吗？我天天在家读书，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风景啊！哎，看看我写的诗啊，看看吧。红悬碧落雨初停，散步长亭昨晚晴。流水不尾东海月，夕阳起伏时机萌。哎，思雨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托字不好啊？要不把它换成真？真这个字儿，用真。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先把饭吃了，早点睡觉，明天再写不好吗？那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得把它写完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吃，你回去吧啊。那我先回去睡觉了。
在忙啊，思妍。哦，是。那个，那天你帮我洗的那块丝巾呢？哦，在我房间呢，我去帮你拿。不用不用，在你房间我自己去拿就行了。那你忙吧。郡主和王妃都烧香去了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，我替您转达。啊，在下是想把这个丝巾交还给郡主，我帮您转交。不麻烦了，我还有些事情想向郡主亲自说明。李公子不要为难我们下人，王府规矩多，就连我们都不能随意进入公堂。你想见郡主，怕是不容易。哦，那就不麻烦了，打搅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规矩太多。什么规矩啊？我想见长青郡主，把那块丝巾还给她。可是没想到，王府的规矩那么多。要不然我替你去吧。啊？你？是啊，你看他救了爹，我这个当女儿的理应当面拜谢才是。再说了，我是女儿家，见起郡主来也会比较方便呀。怎么，你不乐意啊？没有啊。那给我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一封信。那你帮我一块交给他吧。你放心吧。郡主，李安文的女儿来了，她说要亲自谢谢郡主的救命之恩。李延文的女儿？嗯，好啊，请。是。思雨，见过郡主。这个是我哥让我转告给您的。你哥哥的才情果然不错，我让他为我的这幅画题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写好了。思雨是吧？嗯，快请坐。谢郡主。哎，你哥平时他都干些什么呀？啊，读书。除了读书呢？哥有的时候跟弟弟行医，会上山采草药。不过这些是千万不能让爹知道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爹说了，哥只可读书，不可学医。这有点意思。
你们家是什么样啊？啊，就是普通人家。普通人家？我还从来没去过普通人家呢，你和我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我家有一个小院子，种了一些菜，养了一些鸡，腾出了一些地方种了草药。你们家靠湖边吗？那肯定很漂亮吧？确实很漂亮，在湖的对面就是鸡山。如果天气好的话呢，还可以看到对面的昭化寺，就像郡主画的一样。其实，哥小的时候也很喜欢画画，只不过他没有郡主您的才情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陪着哥在湖边画画，画了一整天，他还是不满意，一直到天黑了，他还是不肯回家。郡主，我家里还有很多事，我想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想去你家看看。什么？王家的规矩多，您这么去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我有办法。可是您要是去了，肯定会惊动邻里的。我有办法，你在后面等我，一定要等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走吧。哎，思雨，你别走那么快嘛，我都快赶不上你了。郡主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别忘了，你穿的是男装，有人会误会的。啊，我都给忘了。思雨，哎，回来了。什么叫他？他住这。哎，你说呀。他，李兄。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怎么就不会来啊？不过真的想不到你会来。哎，要不进屋坐吧？这里请。这样。进来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医馆。哇，这么多药啊！这些都是药柜啊。这是什么？太好玩了！这是称药用的，加等子。哦。那边呢？那边也是药柜啊，全都是药柜。哎。啊？你爹呢？啊，我爹出诊去了。请进吧。这是我的书柜。啊。听思雨说，你经常在这里画画，你都喜欢画什么呢？哎呀，那都是我小时候干的事情了。后来发现自己也没有画画的天分，也就不画了。现在呢，我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读书。那你除了读书之外还干什么？还是读书啊。骗人！你不是经常偷偷出去采药吗？你再教我怎么识别草药吧，我只记得够稳跟黄金。走吧。啊？今天天气很好。哎，你看，这花多漂亮啊！我们王府里面都没有这么漂亮的花。这都是小野花。快点啊，李时珍！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就是长江了，只不过你看不见。啊，哎，那就是赤龙湖啊。那儿吗？对呀，漂亮吧？这底下就是咱们齐州的全景了。的确很美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愿望，想知道我们朱家到底有多大，这天下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。哎，告诉你啊，我爹答应我，只要我能够考取功名的话，他就会让我用3年的时间去游历天下。读书人嘛，就要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不行不行，那要考到什么时候？有些人一辈子都考不上呢。我想到了，哎，你父亲不是医生吗？干脆你别读书了，就学医。到时候咱们装扮成郎中，游遍天下的山山水水，还可以教天下人怎么识别构纹跟黄金啊。你说的不对，苛政猛于构纹，所以啊，我还是要认真的读书，去考取功名。不过呢，我不会留在京城里当官，我会让皇上把我派到一个最偏远的州县去，把那里治理好以后呢，我再一步一个脚印的返回京城。哦，你是想当宰相吧？天下有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宰相呢？不过呢，我要把大明的所有情况都了解清楚以后，争取当一个合格的宰相。真漂亮，这是什么花啊？我不认识啊。还有你不认识的。不要紧啊，我附近有一个朋友住在这里，我们去问问他，他就会知道的。好啊。走。哇，真漂亮！你的这位朋友真有意思，是一位隐士吧？哥，回来了。哥，你来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，这位是长汀先生，这是我一位好朋友，叫黄一峰。打扰了。你这院子真是很漂亮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陶渊明隐居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吧？哥，来，我送桃子去干嘛？啊，长兄，你坐。哥，那个我们去准备点茶吧。长兄啊，坐。哎，你拉我干什么？哎呦，你老拉着我干什么呀？那人什么路子？是你朋友？好朋友啊，特别知心的朋友。特别知心的朋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人不男不女的，唱戏的吧？哥，你准备水吧，我去弄点柴去。那你家里没有茶叶啊？有，自己找吧。一峰兄，这是什么草药啊？你干嘛的呀？唱戏的吧？看着就是相声不三不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哥是要干大事，你离他远一点。你们那些人生活我知道，整天啊就是喝酒、听戏。哎，我说你呢？你大胆！
还不给我跪下！跟我玩横的，你信不信我炒爆你？哥，他让你跪你就跪吧。他是长青郡主。起来吧，既然你是李时珍的朋友，我就饶了你。来。哎，我哥的朋友，就是好，就是好。哎，对了，长兄不，郡主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南山，哎，说这房子怎么着来着？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高，真高。哥，郡主，你能不能把这诗写下来，我把它贴在门上？你这又没有笔又没有纸的，怎么写啊？啊，那我写下来，派人送来。太感谢郡主大人，为了表达我对您的谢意，不如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。啊，你这有什么可吃的呀？哎呀，郡主平时大鱼大肉的吃惯了，今天啊，来点新鲜的。你陪着郡主啊，我去了。他就是这么毛毛躁躁的。很有意思。哎，酒来喽！哎，我抓不住你，我抓不住你。不是说没有酒了吗？怎么还有酒啊？就是啊。我说什么你们都信？又骗我！来，快点。来，为了我们3个好朋友，干杯！干杯！1、2、3，干杯！静儿，郡主，您回来啦！昨天夜里王妃找您啊，我说您身体不适啊，就早早睡下了。我的静儿实在太聪明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。娘娘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说，又上哪去乱跑了？我去一个朋友家了。朋友？什么样的朋友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去好好问问他。整天带着郡主到处乱跑，这成何体统呢？啊，娘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就这一次。娘，也罢，怪我做母亲的不好，整天忙着王府里的事儿，疏于管教，才让你闹出这么大笑话来。你也一天天大了，也有了女儿心事儿，正好有几家王公大臣都请了媒人递了帖子过来，这个月就把你的终身大事定了吧。终身大事？我不要嫁人。笑话，女儿家长大了不嫁人干什么？哼，要由着你的性子去吧。我们王府家的颜面都要让你丢尽了。那些王公贵族家的公子，哪一个不是龌龊子弟，毫无大志？我不要嫁给他们。大志？什么叫大志？治理国家，爱护万民。婷儿，母亲理解你的心思，可是如今哪里还有心怀大志的男子呢？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，还是踏踏实实的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嫁了吧。啊，娘，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。哦，谁呀？李时珍。李时珍。
爹呢？出去了吧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怎么了？昨天啊，我在山上发现这么一株奇特的白花，吃了它以后呢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感觉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白花是什么，所以想让你帮我查查，看它是什么。让人忘我的白花，有意思。我帮你查查。曼陀罗，看看，对对对，就是它，叫曼陀罗，啊，挺好听的一个名字。曼陀罗。哎，你昨天一夜都没回家，是不是也跟这个曼陀罗有关系啊？娘，鱼弄好了。今天咱们是做汤还是红烧啊？时珍呐，爱喝鱼汤，咱们今天呢就做一个黄芪鲫鱼汤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您教我。好，你呀先准备点红枣、黄芪、莲藕还有胡萝卜啊。娘呢就来收拾这鱼啊。好，红枣跟黄芪都有。那我是切成片吗？切成片。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思雨，这个黄芪鲫鱼汤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汤啊，补气血、温脾胃，功效可大了。以后啊，咱们经常做啊。好啊。李延文参见王妃。李先生也是读过书的人，什么叫礼义廉耻，想必是知道的。王妃，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，管教好你的儿子李时珍，别让他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永远牢记自己医护的身份。请王妃放心，我儿子李时珍是知书懂礼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的本分。那就好。李先生，让我们各自尽好为人父母的职责吧。谢王妃。爹，爹爹将你完成的作业完成了吗？拿来我看看。这是我3天前交代你写的文章，怎么这3天就没有多写一个字？那个，这2天我不舒服。好，坐下，把手伸出来。
果然病了，而且还病得不轻啊！心浮气躁，不思进取，还学会了撒谎。既然你不能自己管事自己，从现在开始就到药房来读书吧。啊。还有一句话，爹爹要告诉你：天上的云彩虽然美好，但是虚无缥缈，不是人间凡人所能企及的。想明白了就出来吃饭，你娘给你做好了你爱吃的饭菜，等会儿就凉了。锁上。娘，娘，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，放我出去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不许你离开这房间半步，直到你答应定亲为止。给我，看好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给我。定亲的事儿，娘也可以先不逼你，到时候一定会给你找一门门当户对、让你心满意足的婚事儿。娘知道你心里怨着娘，可是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明天就是祭祖大典了，你父王最重颜面，每年仪式都要办得风风光光的，不得出半点纰漏。你要是在大典上出了什么差错，惹怒了你父王，我就是想为你说话也说不上了。孩子，吃吧，啊！让列祖列宗看得我们一家都和和美美的，让他们在天之灵心里也能踏实啊。来，吃吧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！啊，我是何四儿，我来救你。你干什么？郡主，您救救世子吧。世子他喝了3天3夜的酒，怎么叫他也不回来。你看明天就是祭祖大典了，这要是王爷怪罪下来，您救救他吧，您救救他吧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给您准备的男装。你是想让我救你自己吧？哎，郡主，等等。郡主，快点，走，这。停车！往右拐。不，往右拐可不是就是。我让你走你就走。哎呀，可是不走就回府吧。往右，这。